真的。干嘛？想非礼我呀？我，舒服吗？硬吗？好硬啊！我懂你年轻火力旺，这荒郊野岭的孤男寡女，你难免心中有一团火。但是你也不能对你哥哥我下狠手啊！谁要对你下手了？不是，我是知道你有解药了。要是齐胜拿到解药，咱们都得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反正只要齐胜不死，怎么都行。我就说吧，齐胜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，竟然为了他扔下我们一船的人。我没有想丢下过任何人，只是我一听到齐胜要死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甚至很后悔。杨言，我不希望他死。你这是糊涂！姐姐，为了九哥，我不能让你做错事儿，得罪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言，你放开我！杨言，你别碰我！杨言，杨言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真的，奶奶呀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齐胜有救了！爷爷，拉我一把！你干什么？我虽然没有洁癖，可你这也太脏了吧！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你媳妇儿谁介绍给你的？那好吧。好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女神大人竟然为了男人，变成了一坨翔。哎呀，哎，真是形象尽毁，形象尽毁啊！你以后
还怎么面对我呀？切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们走吧。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杨言，杨言，杨言！别叫，我在这儿呢。撤！哈！怎么了？现在我有3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。其一，追兵来了。追兵？我们一路上有追兵吗？在我看来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是追兵。其二，带队的人是齐胜。你说齐胜？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，你没看错。真的是齐胜。其三，我打算自己跑了。哎，杨爷，你大爷！你得帮我上书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齐胜。真的是齐胜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等你爬上了树，齐胜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。齐胜带的都是高手，我带着你根本逃不出去。而且他既然没事儿，那九哥一定出事儿了，我得去救九哥。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。姐姐，真没法子了。九哥此刻已是生死难料，如果一定要在你俩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我选九哥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撤！皇上，前方有不明物体。那便是皇后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丝零落，缠绕着似枷锁。心中余光，你受苦了。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
给你的破戒药。